小计，能奈我何？莫寒，你杀不了他的。 很好，既然你们要一起死，那我就亲手送你们上。河川，为什么？其实我很后悔，倘若我没有这么偏执，或许……我们能做好兄弟吧？河川，好好活下去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终究还是为我哭了。你明知我不是他，带着这张我永远摸不到的脸，活着，去尝遍世间所有的甜。河川。 河川，你我血海深仇，我没办法原谅你。我只是……一晨，其实我是……其实我是爱你的。来人！有没有人啊？来人！温福玉，是你！
里不是很嚣张吗？你想干嘛？姐姐最喜欢穿大红色衣服了，妹妹给安排。慕寒呢？慕寒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哼，你不是说你厌弃他吗？你接手弑君，遭世人唾弃，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长公主了。姐姐，你看啊，这是一种让人丧失五感的毒药。姐姐一定要如数喝下。你张嘴！这个喝下，不久后你便会听不见、看不到、说不出、嗅不了、摸不着，整个人犹如困在一个匣子里，慢慢的丧失五感。好好待着吧。我不要。魏延叔，你以为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就会原谅你吗？父皇，母后，孩儿终于为你们报仇了。你现在这样子做什么？你以为你这个样子，我就还会再相信你吗？魏延叔，你看，一面是我的至亲，一面是我最爱的人。最可笑的是，我竟然爱上了我的仇人。你告诉我，你要让我怎么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个人偏偏是你？我恨不得现在一刀杀了你。可我偏偏做不到。
白灵，带他下去。是世子，走吧。真是可笑。他情况如何了？他身中无感尽失的剧毒，毒发之时无感尽失，浑身剧痛无比，怕是很难医治了。不妨给他个痛快。还有解毒的办法吗？若将他体内的毒血尽数排出，说不定能在鬼门关捡回一命。可在下也不敢断定这个法子是否有效，一切还得看他的造化了。换血之时必定生不如死，请将此药给他服下。世子，你真的想好了？你先退下吧。世子对他，终究是不忍。替我派几个人守着他。是。穆大人，公主有请，请随咱家进宫。你来了。如今先帝已驾崩，朝野内外乱成一片，用不了多久，
我就要登基。如今你要是娶了我，便等于拥有了这天下。你觉得如何？慕寒毫无兴致，也没有兴趣与你日日作伴。那你当初为何要答应赐婚与我成亲？当初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。若本宫执意要把你留在身边呢？你不要威胁我。慕寒，不知本宫送的大礼，你可否喜欢？哼！有我在，别想伤害他。去死吧！走。快！快去召集议论军，玄黄奸细入皇宫了。是。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追！慕寒，慕寒，你为什么对我视而不见？进去走。你在里面躲好，千万别出声。走。世子，城中玄黄的人全被剿灭，全是之前安插在天都的细作。穆将军，二公主失踪了，赶紧封锁城门，赶紧给我找。是。世子，怎么回事？世子，昨夜守卫被迷晕，魏延叔所在的寝殿被燃烧殆尽，只留下了这块玉佩。世子，世子，他不可能死，他不可能死，他一定是藏起来了，一定是藏起来了。魏延叔，你不可能死，魏延叔，不管你躲在哪儿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他已经没事了，你能不能照顾好自己？把手给我，我给你上药。你说，慕寒会不会发了疯的找他？
安宁，安宁，快带公主走！你没事吧，安宁？走啊！公主，今日这一别，望你喜乐无忧。温言书已经死了，他会接受这个结果的。安宁，你醒了。你们是谁？是我。寥寥世间，万千挂念，多少如愿。问了千遍，谁在撰写你我夙愿？睁开双眼，你的笑颜似水流年。沧海桑田，愿余生可与你长相恋。无惧风跌，愿你我之间，世间欢色一片。若能如愿，你我之间，永远当终点。面对的深渊，你我之间，何惧这光远？终一天，沧海不变，容我再不听你笑言。慕寒，睁开双眼，你的笑颜似水流温言书，沧海桑田，愿余生可与你长相恋。无惧风跌，愿你我之间，世间欢色一片。若能如愿，你我之间，永远当终点。面对的深渊，你我与你长相识，我还是没能等到。终一天，沧海不变，容我再不听你笑。寥寥世间，万千挂念，多少如愿。问了千遍，谁在撰写你我夙愿？睁开双眼，你的笑颜似水流年。沧海桑田，愿余生可与你长相恋。无惧风跌，愿你我之间，世间欢色一片。若能如愿，你我之间，永远当终点。面对的深渊，你我之间，何惧这光远？终一天，
双眼，你的笑颜似水。